BR 先落場玩下啦。今年咧就已經係最後一場噶啦，要等到下年嘅大概3、4月先會再有下一場。今日睇個天氣報告咧，話個天氣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啊，全日都會落雨，咁拭目以待啊！哇！佢而家出太陽喎，話唔定今日係會好天喎，真係估佢唔到喎。呢個禮拜擔心咗成個禮拜啊，每日都係諗緊，哇！落雨嘅話咪出唔到好成績咯。依家正。啱啱嚟到會場啦，依家就準備 set up 個帳篷。個帳篷喺度車晒，喺個車裏面。我而家叫佢哋幫我做嘢，幫我起個帳篷。講笑，其實唔係，其實唔係。不是啊，中间是已经锁上。什么有点很紧？你说，你发表你说什么很紧？不是这个很紧啊，什么很紧？这个啊周哥要不要说你什么很紧？这个白白的很紧啊。OK， 这个又白又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要说这么猥琐的东西？乱讲啊！他这个白白的，来，Eric 给我，把你的这个白白的给我。我的白白的什麼？的那個魔鬼仔。部車放咗嗰度先，車啊嘛。喂！我拍到了啊！喂，你做咩 ？Eric 你做咩啊？去日本之後，你成個人變晒，我同你講，你成個人變晒啊！日本之後個人變晒咗。變晒啊 ！Eric 個人。冇 set up 帳篷嘅人。我一搬過嚟，啲人就跟住我過嚟，咩事啊？咩事啊？嚇？化咗，唔緊要。呢啲係咪叫網紅嘅威人咧？其實。掉喺呢度嘅。喂，咩事？喂，位啊嘛。嗰邊俾人霸晒。冇啊，有。你話車冇得停啊，定係話？個車停咗，我咪俾人拍晒咯。我拍過嚟呢邊咁多位咪拍。因為我哋頭先先喺度講嘅點解冇賽前感想。喂，賽前感想。賽前感想。第一次落場，你有咩感想？你首先 set 個目標先。係。你首先 set 個目標先。人冇事咪好咯，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噶嘛，係嘛？係啊。我問下 Uncle， 問下 Uncle 個老豆。我 uncle 對個仔第一次落場咩？我都未見過佢跑過。我唔係第一次㗎，我有落過㗎。Uncle 咪用腳跑啊，用車跑啊？我用個口跑嘅啫。口跑啊！快啲！你陣間就喺地板油，就喺上面嗰度拍嗌係嘛？係啊。OK。終於肯幫手 set up 啲嘢。咦？真係啊！咩事啊？好似 Rocky。你冇影，你邊間報館㗎？我同你講，你邊間報館？你唔好影啊！我同你講，你邊間報館㗎？佢係冇呢件事。係有啲似林峰喎。嚇？我係林峰 fans 嚟其實。哦，咁你屌下凳喎。喂咩事啊？喂林峰，嗱林峰啊，嗱，林峰2號。林峰2號係嘛？喺度 X 凳。你就玉樹啦，好唔好啊？啊，好啦，啊，看我車，你是誰啊？面具。面具。今日哇 ，Eric 終於做嘢啦！喂，Eric，有片段係 Eric 係幫手咯。頭先 set 帳篷嘅時候，你就坐咗喺嗰度。邊個剪嘅呢條片？呢條片邊個剪？我同你講，我剪到你點佢都得。你對我好啲啊！一 cam 在手，天下我有。當我哋傾緊偈嘅時候，話咁快就要去開車手會啦，等我哋去開個車手會先。哇係，去到門口先發現今日 check 啲咁多人，今日落場一定好熱鬧啦。咁條片同大家介紹嘅係位置於美國新澤西州嘅 New Jersey Motorsport Park 入邊其中一條好受車手歡迎嘅賽道 Thunderbird 全程大約2.25英里，順時針方向行，一共有12個彎道，整體風格屬於高速取向，彎與彎之間嘅連貫性節奏好強，唔係一條走走停停嘅賽道。賽道設計有好多緩衝區，就算你炒車都唔會炒得咁急啊嘛。
落場之前，每一個車手都必須要參加呢個車手會。我今日參加呢個 track day 係個 open track day 嚟嘅，所以係咩人都可以嚟參加。而我今日報名咗朋友嘅私人組，我已經等唔切同佢哋落去玩啦。主辦方會講解每一支旗代表啲咩，同埋會同你講解下呢條賽道嘅特性。太好啦，終於講完啦，即係代表可以就快落場。我啱啱就 set up 咗部車啦，校低咗啲 damping 啊，嗰啲胎壓全部都搞掂晒。今日都還好天啊，唔係話有雨落咁樣，毛雨都 OK 嘅，應該希望出到好成績。睇點？個地仲有啲濕啊，依家出去揸下 feel 下條 track 啊 ，feel 部車今日嘅狀態點樣，跟住可能過多一節先再 full set。話咁快已經跑咗落 track 啦，但係你見到連個天都唔中意我啊，已經由毛雨開始變到有少少大雨啦，都忍唔住開翻個雨刮，刮多兩嘢先睇得清楚前面條路啊！前面有少少塞車喎，唔知搞咩事。現實中嘅我都唔小心抱怨咗兩句，大直路都唔踩全油門，唔通我翻咗去紐約市度塞車？過咗2個圈，前面啲慢車終於入咗撇，依家終於可以衝快少少啦。哇！喺呢位兄弟比我仲心急喎，趕住去邊啊？因為前面有人同埋條胎好毒嘅原因，我好早已經收慢咗架車。加上依家落雨好似越嚟越大，我都係睇定下啲情況先。呢度前面啲車已經開始有少少爬頭嘅動作。而我保持喺一個安全少少嘅位置，免得前面有咩事發生，我都有少少時間去準備啊嘛。喺呢一刻，我發現前面阿 Jo 部車好似有少少失控喎。Oh shit！喺阿 Jo 炒咗車之後，我揸多咗2個圈，越嚟越大雨。我發現入彎推頭，出彎甩尾，所以我決定我都係翻去睇下佢點樣。全拍啦，全拍下來了。全拍下來。嗯，還好，只是小傷而已。沒事吧？我現在就是尾燈爆掉，然後後保擦傷而已。哦，還行，還行吧？對，還可以。shit！我看到整個傻眼，你那過那個4號彎，整個滑出去了尾巴。沒有很快。對，沒有很快，你就是慢慢的滑走了。哇！實在太滑啦！啱啱揸咗大概2個圈、3個圈就落咗嚟。阿 Jo 喺我面前直接 spin 咗啦，跟住直接撞咗埋牆嘅屁股撞咗。Oh my god！ 太過滑啦呢個實在。咁睇下下晝會唔會好天出好成績啦？真係心理壓力太大啦！見到人哋撞咗之後。開很快吧？沒有開很快啊。對啊，都120嘛。沒有亂講。你在我面前直接滑出去了，對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過咗一陣已經勁大雨，我已經知道今日嘅 track day 係報銷咗。落雨冇嘅，冇嘢做，食個杯麵啦。啊，賽道日有杯麵食，何求啊 ？Perfect。啊！呢度因為後面太嘈，同埋後面收音唔好，咁我就決定自己錄音就算啦。咁我哋煮呢個杯麵呢，後面有個殺手鐧嘅，就係落3粒自家製魚。我哋喺屋企帶過嚟嘅丸係丸啊！好啦，咁我哋加落去先。哇！呢個杯麵真係神級啊！神級，直頭媲美住10幾歲去網吧食個杯麵嗰個感覺啊！而家天氣又凍啦，又落雨啦，又大風啦，得碗杯麵可以安慰到我。浮誇表情，幾時做百萬博主？百萬 up 主，4分。哦，地波，哦，4分。咩事？好啦，食完飯終於去咗第2節啦。你見呢個雨勢都係冇停過嘅，仲要好似越嚟越大。我嘅感覺基本上就好似喺水上面揸車咁樣，轉彎嘅時候要不停修正個軚盤。呢刻我只係希望可以安全返到屋企。神奇地到咗第3節嘅時候，居然出太陽，仲要一嚿雲都冇喎。咁當然我唔會放過呢次機會，好好地刷下圈速啦。畢竟係今年最後一場喎。
平時去到呢個灣嘅時候，我時速大概90幾左右，但係今日因為落雨，我就收慢咗少少。咦，去邊？哇，好彩救到，哇冇事，唔係差啲 total 咗自己部車，哇嚇死啦！跑到呢度雖然已經出咗太陽，亦都好好天，但係我覺得條賽道亦都太多積水啦，所以我就決定唔跑埋第4節，就跑埋第3節，就圓滿結束今年最後一場。畢竟都係嗰句，冇事先可以做到世界冠軍啊嘛！咁啊，今日就完咗呢個所謂嘅節目啦，就大家就見到我跑咗3節咧，就冇跑第4節啦，因為我嘅信心不足啦，可能我對我車嘅信心都唔足啦，我對條路嘅信心都唔足啦。咁今年嘅賽道就完畢啦，就有少少遺憾嘅，就因為我諗住係刷個1分33，咁我上次嘅記錄1分37，咁啊留翻下次再玩啦，咁樣好，大家再見，拜。後尾我返到屋企，發現原來我條避震有少少問題。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我點樣解決呢個問題，記得留意我下一集啦，拜拜。